代，尽管记过，以后咱继续努力。哈哈哈哈哈！神算主，主算神，啥物人比我较高算？大家要我来参加，赶紧我来。要祝贺，祝贺。哎，老爷，好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你坐倒这算我坐椅呢？哦，你看我空，我看你戆，咱大家拢是空空戆戆啊。我神算主，靠算盘为生，食人的嘴软，所以伊比我较大，伊就坐椅；我比伊较细，我坐倒啊。这老讲那个，有淡薄道理的吼。哎，啊，你无这庄仔头是要做什么呢？哦，这两块庄仔头会当磨来做镜。做镜。可能呢。砖头土，哪有可能无来做镜呢？是啊。是啊。有听到无？人讲恁这两块庄仔头土，无当磨来做镜。我看你也是土啊糊涂啊。来，恁在座的，若确实有人知影讲这两块庄仔头，我当磨来做镜的这个道理啊，恁讲出来，老夫大礼相送啊，知影无？讲啊，啊！土这我在土起来，土起来，那就是土人了。卖变什么大意啊？有什么道理你就讲出来嘛。是啊，较紧啊。哦，哈哈，恁这人拢无人知，自然就有人会知。对，现在。你知影无？刚才你哪唔紧讲？像什么呢？咱出门在外，何必多惹随机？公主，你知影若无讲出来，安尼嘛唔对。你应该讲互大家听，安尼算是公德啊。前辈，在下李洞宾向前辈请安。有话紧讲，唔免多礼。是啊，对你这土人就是让我讲啊。是啊，你毋是有话紧讲啊？你知若无讲，等于唔知共款。是，在下认为每一个人都亲像是一对庄仔狗，你磨我，我磨你，磨来磨去，到最后拢会分身碎骨，随风离去，永不超生。所以这两对庄仔狗都是咱的镜，会当互咱看到现在甲未来。难道可以？太上老君为了帮助董斌，假做神算子，送予董斌金木水火四个银龙。你想迄个神算子，伊是何方神圣？我唔知影，也无想要知影。啊，不过我最想要知影伊是什么人。无难姑娘，天下百姓不管是啥物人，拢有佛心佛性。天上神佛，不分菩萨金刚，拢是无上的光明。你为何一定要知影神佛本来的面目甲法号呢？公主，你教了真对，我等含慢。不敢不敢。老君甲剑后化身凡人，想要考验董斌的人资。咱去叫来去看来。救人啊！救人！小等，你要哪样欺负伊？公主救命！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你的代志你莫管啦。天下事，天下人该管。安尼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要管？凭我李洞宾顶天立地，甲一粒良心。你讲有一个讲大话小的，这种人应该讲个明白。两位，在下一看就知影两位是真有良心的人，都麻烦两位紧甲伊放开。好，公主，既然你要知，那呢我就甲你讲，这个查某银行是一个娇鬼，输钱阁无通好还，阮只好掠伊来赌笑。阮两个嘛毋是无良心的人，阮只是掠伊来卖唱。只要母金无爱利息，等母金赚回来，阮就放人啊。你家己讲是毋是安尼？两位，跋筊有输有赢，这种巧笑收有最好，收无就当作是破财消灾，你就莫为难伊啦。哎，公主你毋知，这钱是头家的，阮若无甲这个钱收倒来，
是安怎向头家交代咧？是啊，阮一定爱讨回。这，安尼讲起，是我错怪两位啊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毋知头拄仔公主讲的话是毋是真的？什么话？你讲这单代志一定要管？这，啊，小数目无偌济啦，138两尔啦。好好好，我好你。哎，公主，你看的啥个？是毋是串通好势要来骗咱的？既然因讲会出这种话，咱只会用当作是真的，袂用当作是假的。甘愿破财消灾，当作做好事，袂用害人妻离子散。公主，你实在真有同情心。那安尼，无咱钱算互伊。公主，多谢恁的救命之恩，多谢恁。大嫂，多谢恁。你唔通安尼，你紧爬起来。相互就是有缘，来，你唔通客气吼。多谢恁。那会才拄啊好，拄我138两，无加也无减。哦。两位，在下只剩安尼，利息无法度算互你，唔知安尼会用袂？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公主多谢多谢，后会有期。行。公主，真多谢你，大嫂真多谢。你莫搁客气啊，啊无，阮过时。哎，无喏，公主，小女子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唔知会使追随公主甲夫人嘞。啊，大嫂，阮两个毋是翁仔某啊。是啊，大嫂，你误会啊，在下是修道之人。公主，小女子失言了。只怪小女子家己歹命。大嫂，你莫伤心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公主，多谢你的好言安慰。不过，我想到我的生活，我都唔知要安怎较好。公主，我有想到一个方法。大嫂，请讲。小女子会晓弹琴、唱歌，以后用个以卖鸡为生。这嘛是一个好办法，只是抛头露面，委屈大嫂你。抛头露面，总是比嫁人离下搁较好。所以，我想要买一支琴，通啊维持以后的生活。好是好，也毋过。大嫂，阮是最想要甲你斗帮忙，啊，毋过阮即摆身躯边一分钱嘛无啊。是啊。这。大嫂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李公主，你哪有啥物办法通想？我这件衫已经摕来去烫啊。这件衫？哎呀，公主，你这件衫若摕去烫，计值也无偌济钱啊，啊嘛无够。这块玉佩是姚地强的宝物，我若是摕去当，唔知王母娘娘会怪我无？这种声音最恐怖。是啊，咱今日是这。大嫂，紧行。
先算入前辈，李东兵不在，可能今日无法度翻过红日坡。因望我老店家以待他日有缘之人来为前辈达成心愿。李公主，恁让我出公忙，你赶紧拍开起来看，无听就先算数，要甲你讲什么代志？李公主，一日会，你免甲紧起火啊！大嫂，请你紧大旗，紧来。为是恁家2点，人是我下，2点先问起琴，应该有效得着，哪会到即马也无法度通我破啊！喂，对啊，人应该伫中间。公主，你忘记公主。下天下地，无得，即马无代志啊。唔知迄位大嫂到底是啥物人？我想，一定是啥物神仙来帮助他。咱继续行。卡斯温泉路上我先行，我一定传好酒菜等你。真好，有志气，过来。
两位，请举手。人生苦短，两位敢有啥物想法，袂当化解是？我并无啥物想法。那安尼，两位为什么要动手咧？哦，这位公主，您有所不知，阮两个乃是义结金兰的兄弟，今仔在此决战，是为了中原剑派上下400依靠的性命，在此决战。哦，我袂明白。好，既然有人相信，那我就讲给你听。中原剑派分为剑宗甲气宗，剑宗以练剑为主，认为练剑就是练气；气宗以练气为主，认为练气就是练剑。300年来为此互相争斗，死伤无数，中原剑派因此失去声势。传到这代，中原双剑林武林、韩武林是剑宗甲气宗的代表成员。两人义结金兰，情同手足。经过7日7夜的讨论，温愿分不出是剑宗胜过气宗，也是气宗胜过剑宗。为了维护中原剑派的地主继续互相残杀，林陈两人决定在此比剑，一分高下，以两人的性命换取全派性命。林陈两人，也就是阮两个。原来如此，两位，敢会用听在下讲一句话？公主，可是要劝阮两个人唔通阁动手。唔是，公主有何高见？请说。在下认为，中原剑派除了剑宗甲气宗以外，应该要有一宗才是正宗。好，别人讲，风吹草动，剑宗讲是草咧叮当，气宗讲是风咧叮当，其实两者拢唔对，是看者心动。所以中原剑派应该以心宗为正宗。两位感觉如何？多谢公主指点，中原剑派上下400依靠的性命，完全是公主所救。阮两兄弟的性命也是公主所救。不敢，两位为了中原剑派，无顾着家己的性命，实在令在下十分的钦佩。阮兄弟两人愿意追随公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在下实在担当不起。公主，既然恁两个有这种心意要甲咱斗阵行，你就答应伊，唔通拒绝咯。咱拢上路啊！出路不同，你若一定要行这条路，先过我这关。无名小卒，也敢在此夸口！
兄。李公主，伊娃已经冲过来，要安怎？是啊，金龙，你别起来讲，起来。